靈修日記於明定之為作光作鹽。日期2026年3月25日。今日研讀約書亞記19-21章以及路加福音2點25分52節。在約書亞記裏，各支派在那應許之地皆得其所，這引發了我對位份深刻的思索。主將我安置在專業服務的崗位上，這無疑是主賜予我的產業。我當倍加珍惜每一個與大眾接觸的難得機會，把專業服務視作生命的見證，以高度的敬虔守護職責的尊嚴，讓我的工作成為傳達主愛的橋樑。路加福音中，西面與亞拿在聖殿9守望的堅毅，少年耶穌智慧與身量同步增長的美好，無不深深鼓舞住我。這讓我明白，服侍主從來不在於職稱的高低和地點的不同，而在於那顆以苦的事為念的純粹之心。當我投身於社區統籌協調工作時，我懇切地祈求主賜我一顆清淨無染的心，使我能在繁瑣的行政事務中真誠地傳遞對他人的關懷與愛意。祈禱文為社會繁榮和諧禱告。至高且慈愛的主，我們滿懷感恩之心，感謝你賜予澳門穩定前行、不斷進步的福分，懇求你以神聖的智慧引領特區政府，使其在施政過程中能做出明智、公正的決策。求你眷顧澳門的就業市場，為本地人才提供堅實的保障，開設豐富的培訓機會，讓青年們心中燃起向上流動的希望之火，在職業道路上邁出堅定的步伐。也求你助力中小微企業順利轉型升級，推動產業多元化發展，增強整個社會抵禦風險的能力，使澳門的經濟更加穩健蓬勃。我們為社會保障體系向你呼求，願你的慈愛覆蓋每一位弱勢群體和照顧者，讓他們都能得到完善的服務與保障。求你幫助我們凝聚社會的共識，增進彼此之間的信任，使政府與居民能夠攜手共建一個和諧美好的家園。願澳門的基建與環保規劃能夠順利落實，讓這座城市成為宜居宜遊的生態之都。我們衷心祈求澳門在一國兩制的偉大方針下，能夠長期保持穩定與繁榮，讓每一位居民都能安居樂業、幸福安康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